各位早晨，我係陳家善。機場管理局行政總裁林天福出席本台節目講清講楚嘅時候，重申喺機場第3條跑道可以提高本港嘅經濟效益，但目前未能夠公布機管局嘅內部回報率。我哋係有做一個內部嘅回報率嘅。不過大家知道咧，就內部嘅回報率咧，就同我哋嘅收入咧係會有個直接嘅關係。咁社會大家依家都就覺得咧，就我哋依家提出嘅嗰個機場建設費要收180蚊，大家有啲即係質疑啦。就希望咧，我哋響呢方面嚟講，能夠重新考慮係咪可以將呢個水平降低。咁老實講，降低咗嗰個機場建設費咧，亦都會係直接就影響到嗰個內部回報率嘅。咁我哋係好希望咧，或者既然係咁嘅話，等我哋做咗一個新嘅一個研究，定咗究竟我哋嗰個機場建設費應該定喺咩水平，再重新做個新嘅內部嘅嗰個效益之後咧，先至一併公佈。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我覺得如果我哋依家講咗基於180蚊呢個收費嘅嗰個 IRR 之後咧，將來出嚟嘅嗰個IRR 同呢個如果有一個分別嘅話咧，就會令到大家會可能呢方面咧就有一啲嘅即係可能造成一啲不必要嘅一啲誤會。警方喺旺角展開反三合會行動，拉咗最少43人。搜查懷疑吸毒場所嘅時候，有疑犯跳樓逃走，多人受傷送院。其中8人懷疑逃走嘅時候受傷，分別有扭傷、骨折等，送到廣華醫院接受治療。佢哋被通宵扣查。旺角警區晚上展開黎停掃月行動，進行反黑、掃毒等。突擊搜查懷疑係吸毒場所嘅上海街507號一個單位，拉咗24人。其中8個人從廁所跳到平台，跌到落地下受傷，送院治療。另外喺旺角砵蘭街211號拉咗4男1女，檢獲可卡因同冰毒等嘅毒品以及武器。拘捕行動仍然繼續。美國紐約住宅火警，燒死7兄弟姊妹，媽媽同埋另外一個女危殆。當局形容係當地7年以嚟最嚴重嘅家居火警慘劇。初步懷疑係屋內電熱板故障引致。發生火警嘅係紐約布魯克林猶太人聚居嘅地區。火警喺當地星期6凌晨發生，當時男戶主外出，45歲嘅女戶主同8個仔女正喺房間瞓覺。女戶主同14歲大嘅女喺消防員到場前自行跳窗逃生，但因為燒傷同吸入濃煙，情況危殆，送院搶救。由於火勢猛烈，消防出動超過100人撲救。消防員破門入屋，喺2樓5個房間發現7個小兄弟姊妹已經失去知覺。院方證實4男3女死者年齡由5歲到16歲。警方同消防員事後封鎖現場調查。This is the largest tragedy by fire that this city has had in 7 years. 消防相信係廚房入面嘅電熱板失靈引發火警，大火迅速蔓延到2樓房間。由於屋入面只有地庫安裝煙霧警報器，以致未能夠及早預警。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敏報導。伊拉克戰爭展開12週年，美國首都華盛頓有反戰示威。數以百計示威者手持旗幟同標語，由白宮遊行到國會山莊，沿途呼喊反戰口號。美國總統奧巴馬正係尋求國會通過新一輪授權，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動武。示威者促請政府唔好令國家再陷入無止境嘅伊拉克戰爭。2003年3月，以美國為首嘅多國部隊展開對伊拉克嘅軍事行動。8年戰爭，超過50萬伊拉克人死亡，陣亡美軍有3500幾人。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喺網上公開100個美軍嘅相片、姓名、地址等嘅資料，號召喺美國嘅支持者追殺。自稱係伊斯蘭國黑客組嘅網站，聲稱入侵咗美國軍方伺服器、資料庫同埋電郵信箱，列出100個美軍嘅個人資料，包括佢哋嘅姓名、相片、地址同埋官階等，呼籲喺美國嘅支持者追殺名單上嘅人。美國國防部回應話，未能夠證實資料嘅真確性，正係展開調查。
美國傳媒引述國防部官員報導，有關資料可以從住宅記錄以及社交網站等途徑攞到，認為政府伺服器冇遭到入侵。美國男人揮刀襲擊新奧爾良機場保安，被警員開槍制服1日之後傷重死亡。警方喺疑犯身上搜出爆炸品，相信佢精神有問題。63歲疑犯懷特上個星期五晚喺新奧爾良機場接受安檢嘅時候，保安人員認為佢形跡可疑，上前截查。佢突然攞出殺蟲水噴向保安，再揮動大刀追斬，被趕到嘅警員連開3槍制服。機場一度緊急疏散旅客，有人話當時情況混亂。遇襲嘅56歲女保安員，佢話當時疑犯把刀同佢相距只係幾寸，幾乎被斬傷，結果被流彈擦損手臂。I went through the tricep, but it didn't hit any tendons, didn't hit the bone. I'll be fine. I have to say, Officer Sleeve is my hero. She saved my life. 警方喺疑犯當時孭住嘅袋發現6個汽油彈、煙霧彈原料以及係打火機，話若果唔係及時將佢制服，情況可能更壞。調查話懷特係一個的士司機，星期五去到機場並唔係乘坐飛機，但係犯案動機仍然未明，佢嘅家人正係協助調查。His family has been very cooperative. We have been able to determine that there is a mental illness component here that's been presented. 警方事後亦都喺機場範圍揾到懷特嘅車，但係搜查之後冇發現。警方話佢面部同埋胸部中槍，送院救治，一直處於昏迷狀態，延至星期6死亡。無線電視記者楊浩然報導。西班牙首都有大型遊行，反對政府嘅經濟緊縮政策。一批社會組織同工會嘅成員星期6喺馬德里市中心遊行。佢哋要求政府提供麵包、工作同房屋，俾民眾可以有尊嚴咁生活。估計大約2萬人參加遊行。示威者計劃喺10月發動大罷工，抗議政府嘅緊縮政策。西班牙經濟近年不振，失業率達到23%。面對財政赤字，政府推行緊縮政策，削減唔少公共服務同埋政府開支，民眾怨聲四起。舊年3月嘅同類大遊行演變成暴力衝突，超過100人受傷。主辦單位要求示威者今次和平表達訴求。廣東河源一個女教師喺山頭放牛嘅時候遇到意外，揭示咗內地農村非法藏槍嘅問題。由駐廣州記者李君雅講下。百物騰貴，生活逼人，唔少人做正職之外，都可能會揾份兼職嚟做。廣東河源一條小村莊，一位小學老師就做緊一份特別嘅秘撈。雙江村嘅山頭，逢禮拜6日都會見到40歲嘅張老師嚟放牛，但係啱啱過去嘅禮拜日，一下槍聲過後，張老師就昏迷不醒，送去醫院到而家，佢仍然未脫離危險期。原來當時佢帶住10幾隻牛嘅時候，俾人誤以為係野豬，開槍獵殺。因為他搞那個牛的繩子要蹲下來矮嘛，那個草就動嘛，一動人家就以為是獵物嘛，就把他一槍這樣打過來了嘛。那個槍的又很厲害的，打野豬的槍，很多彈的，所以打到現在肺也穿了2個孔，眼珠也裡面有2個彈，整個腦袋現在那個彈都吃不出來。張老師教書20幾年，每個月人工3000幾蚊人民幣。屋企除咗啱啱做完手術嘅爸爸，仲有近80歲嘅公公婆婆。佢自己亦都有2個年紀仲細嘅女，成家嘅經濟重擔就落咗喺佢一個人身上。今次受傷2日之內花咗4萬蚊人民幣去醫，由於意外又涉及到刑事，張老師嘅醫療保險唔受保，令家庭陷入難關。而案發嘅地點係禁止打獵區，涉嫌開槍嘅係村入面嘅治安隊員，佢涉嫌非法持有槍支彈藥同埋故意傷害他人被捕。有報道話，內地唔少農村嘅村民都會非法私藏土槍，呢類槍火力猛、子彈多、殺傷力大。好似張老師遇到嘅意外，近年亦都時有發生。外界就希望公安機關加強執法，保障村民嘅生命安全。今集就傾到呢一度。轉頭翻嚟有其他消息，一陣見。